这寒冷是传染病大流行的时阵，台湾疫苗推动协会呢是直直咧推动疫苗防疫，到今已经有10冬的时间啊。因是真希望讲透过这宣导这有放射的重要性，会当逐冬拢来提高疫苗的注射率，提高全民的保护力。根据疾管署统计，顶礼拜类流感的门诊急诊就医人数85374人次，甲前一礼拜差不多。但是流感并发重症甲死亡案例继续增加。注流感预防射会当避免重症，降低死亡率。疾管署也预估国内流感的疫情伫春节的期间会阁出现另外一波高峰。也若新冠疫情嘛袂使大意，所以呼吁注意防射，保护家己，保护身边的人。我们看到的是接种率越高的企业。他们在企业里面发生群聚的就越少，除了直接保护员工之外，也间接保护到我们员工的家属，也让我们社区的传播更少。台湾疫苗推动协会长期推动注意防射来提高保护力。拜三也公布2025年疫苗10大新闻排名，议题包括肠仔病毒、流感、肺炎链球菌这疫苗科技。其中10大新闻第一名是明星大 S， 伫今年2月旧历过年期间伫日本不幸过身，引起民众抢注意防射。摕到新闻的第一名。协会表示，咱台湾即马已经进入超高龄社会，预防医学是检测国家健康重要的政策，其中预防射就是关键的角色。父母兄弟姐妹全部打的话，就是形成一个保护网。那6个月小 baby 就不会得到流感。那孕妇呢？孕妇打流感疫苗其实也是在保护小 baby。孕妇打流感疫苗以后，她的抗体可以保护小 baby6个月，出生以后6个月都会得到保护。所以这是一个保护网的观念。那所以企业的家庭当然也是一个可以鼓励的对象。协会也呼吁民众注意防射，唔单是防治传染病，也会当兼顾家庭健康、国家医疗等等。所以呼吁民众会当做伙提升预防射知识，也有各种预防射的注射率。记者陈心东、王志光台北报道。